哎，这要的谁呀？哦，上一个广告的女主角，感兴趣啊？大一新生，照片背面有电话。老板，以我个人意见呢，我觉得这次广告应该找这个女孩来演。可是我们的消费对象大部分是男性啊。我当然知道，这不正好体现出反差吗？体现出购买群体的广义性。从另外一个角度说，相反加大了这次广告的力度。你这个论调倒是挺新鲜的，我是头一回听说。不过，不知道客户愿不愿意冒这个险。而且这和我们之前的提案大相径庭啊，你怎么解释呢？这方面我也考虑过，所以在做这个方案的时候呢，我把各个角度呢都写进去了。应该说是站得住脚的。就像你说的，客户如果做出这样的决定呢，的确需要一些冒险精神。只要我们好好的去引导他们，应该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。老板，我相信这个广告一旦投放出来，一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响，要么它是积极的，要么它是消极的。但我个人认为，它一定是100%积极的。我也相信，等广告投放以后，客户一定会收到非常好的效益。这样，你准备2套方案，提案的时候一起送上去。如果客户没有意见，公司一定会支持你的。哎，拍的怎么样？上午拍的还不错，女演员呢？那边的女演员在里面化妆。好，那个东西都准备齐了，让大家赶快吃饭吧。啊，赶快吃饭吧！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，李朵，这是我们林策划。嗨，你好，我是李朵。喂，你好。宝，你怎么了？我头疼。来，起来喝点热水。我好不容易试上一个广告，我现在不能去了。是广告？你什么时候去的呀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哎呀，就他们通知我，我就去了嘛。什么时候拍呀？等一下中午就拍了啦。中午就拍啊？哎，干嘛？不然你代替我去。我啊？哎呦，你不去还不是有其他人要去？哼，你腿那么长那么漂亮，一定可以的啦。少来啦。嗯，不过你说也是。哎，多少钱啊？怎么样？还行吧。哎，导演，对不起啊，打扰一下。那个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女演员突然换了？哦，你介绍的人生病了，他同学替他来了。那也不行啊！我的广告创意不是这样的，怎么可能随便换人呢？老板同意了，我也没办法。李雪，李雪，上来一下。
老板，怎么能临时换人呢？这两个女孩从形象、从气质上完全不一样。我还正准备找你呢。你想想啊，这个棚一天下来费用得多少钱呢？你算过这笔账没有？再说了，这我们等你等不起啊。可是，不用再说了，我觉得这个女孩条件很不错，我还准备继续跟她合作呢。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啊。等着急了吧？你瞧瞧，你瞧瞧，急急忙忙把我叫过来，又让我等那么长时间。我慢吗？男生本来就应该等女生嘛，而且我不算慢的，还比我更慢的嘞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叫爱宝的姑娘，她也是我心目中广告的女主角。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好朋友爱宝。你好，我叫林轩。你好啊，大叔。你叫我什么？叫我大叔？我有那么老吗？不许调戏大叔啊！哎，大叔不是调戏，大叔是一种礼貌跟尊称。行，就算是礼貌吧，爱叫什么叫什么。准备好了啊？走吧。就跟着一起来，没有什么阻挡。